套香港複式豪宅嘅每一盞燈都係精心挑選嘅。安裝完亮燈嘅嗰一刻，光影交錯間，空間立體有層次。屋企嘅每一寸角落都浸住藝術同埋溫暖嘅感覺。Hello，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今次帶大家嚟了解一下燈光佈局嘅精妙巧思。全屋都係無主燈嘅設計，以分層曝光營造柔和護眼氛圍，既能彰顯咗意式輕車嘅低調奢雅質感啦，仲可以聯動智能系統，實現複式空間嘅靈活分控。客廳掛裝飾畫嘅位置，我哋裝咗伸縮嘅射燈，光線精準，焦聚喺畫作嘅肌理，就好似為藝術搭咗個專屬嘅舞台。咁書房用嘅係磁吸軌道燈，模組化設計好靈活，筒燈、射燈、泛光條都可以自由搭配，仲可以隨便拆裝、移動、閱讀、工作嘅照明需求都可以照顧到，低調又有質感，襯得書房更加靜謐。咁喺樓梯間呢，我哋有感應式嘅夜燈同埋造型燈，夜歸嘅時候自動亮起，溫柔光暈唔會刺眼，又可以驅走黑暗嘅谷促。最亮眼嘅係樓梯嘅頂端，我哋仲裝咗個圓球造型燈做裝飾照明，圓潤燈光軟化咗樓梯嘅硬朗線條，就好似懸掛住一個溫柔嘅星球。而過道嘅走廊咧，用咗天際線燈貫穿，光影好似銀河咁鋪開，引住人慢慢探索。衛浴有反光燈槽。床頭有壁燈，仲有貫穿全屋嘅不同溫度 LED 燈帶。隨住場景嘅切換，光影營造嘅溫度同埋氛圍亦都隨之更換。咁隨住一天光影多貫形態嘅交疊起伏同埋穿插，我哋可以真切感受到光影設計於生活嘅存在感，充滿着若有無嘅浪漫與無盡嘅創造力。